2012年南丫海難奪去39條人命，事隔13年，家屬爭取召開嘅死因研訊迎嚟1連2日嘅裁決，但結果令家屬極度失望，形容裁決匪夷所思。聆訊途中更加一度嬲到拍台走人。我可以代表所有家屬去講，我哋係極度失望嘅。而家隻船就真係沉咗啦，39條人命已經死咗啦。咁究竟係我聽完晒呢2日，我都係唔係好理解，究竟我應該問邊個嘅責任？法官話：每一年其實咧海事處都要驗好多船㗎，咁佢哋咧係沒有拎圖紙，係不需要拎圖紙。每一次嘅檢驗咧，只需要用肉眼。如果家屬要求每一次嘅驗船係要攞齊架撐、攞齊圖，然後去核實隻船究竟安唔安全呢，係不切實際。對於呢4個字，我只可以講銘記於心。我想問，我要體恤所有嘅海事處人員，邊個體恤家屬啊？對呢件事極度失望之餘呢，其實心中問緊安全何價？我作為喺南丫4嘅一個乘客，喺隻船度沉得咁快嘅，我都感覺到係好唔尋常。僥倖執翻人命都係死過翻生，所以對判決極度不滿。同埋你咁樣嘅判決，你唔係淨係同我哋作為家屬去交代，你咁嘅判決係咪可以釋除公眾疑慮呢？唔好淨係問我哋家屬，你哋嘗試揾翻個官出嚟，點解佢會有啲咁嘅判詞？點解會有 comment 就係覺得我哋家屬不切實際？你問翻個官咯。呢場死因研訊由2025年5月開始，經歷44日，傳召一共84位證人。庭上提到，事發之後，南丫4號被揭發最後2個船艙之間冇裝到水密門，令到2隻船相撞嘅時候，除咗本身已經撞穿嘅油箱房同輪機房，仲加多一個船艙，即係舵機房一齊入水。研訊聚焦探討嘅問題之一，就係點解會冇咗水密門？係設計原意定係漏裝呢？死因裁判官周慧珠分析證據之後，就接納咗造船公司財理船廠董事羅岳瑩嘅供詞，話佢係誠實證人，信納當時造船公司唔裝水密門係有意識嘅設計決定，而唔係疏忽。周慧珠又提到，南丫4號當年造船嗰陣已經符合一艙進水不沉嘅標準，話唔應該因為後來發生咗一單超出船隻安全標準嘅意外，就否定當年嘅設計。咁既然水密門係刻意唔裝上去㗎，點解會有部分南丫4號嘅設計圖則標示有水密門呢？周慧珠就睇返證據，佢認為係繪圖公司嘅繪圖員畫圖則嘅時候出錯。呢個錯令到南丫4號部分圖則同船體結構唔一致，咁多年嚟都冇人發現。周慧珠同意海事處作為監管機構，喺審批圖則、穩性計算書嗰陣冇察覺問題，係一個系統性缺失。提到海事處都承認水密門嘅問題，應該喺新船檢驗嘅時候處理，驗船人員警覺性唔夠，要加強培訓。但至於家屬方認為，海事處隔年為南丫4號驗船嗰陣，都應該攞住圖則上船，確保結構同原本嘅設計相符。周慧珠就認為，年檢同新船檢驗嘅性質唔同，年檢係關注隻船航行之後嘅狀態，船體有冇損耗，而唔係用嚟重新審視隻船嘅設計。如果要驗船督察用近乎完美嘅標準重新檢查設計，會令佢哋用好多時間，認為家屬嘅要求係不可行，亦都不切實際。
就喺呢個時候，家屬直傳出拍台聲，之後所有家屬集體離庭。有人離場嗰陣話侮辱智慧，亦都有家屬喺庭外相擁而哭。周慧珠之後喺家屬缺席下繼續讀裁決，話成件事嘅關鍵係架船喺海難入邊被撞穿2個艙，損毀嘅程度已經遠遠超出規例要求隻船能夠承受嘅範圍，而冇阻到水密門只係喺咁極端嘅情況底下先至變得有關鍵影響。重申隻船當年建造嗰陣係符合規例。至於家屬方質疑海事處時任驗船主任梁維學俾假口供，周慧珠就話梁維學喺2013年獨立調查委員會嘅供詞的確同喺死因研訊嘅供詞有好大出入，話佢喺2013年清楚講到嘅一啲海事規例，去到死因研訊嗰陣就話自己已經唔記得當時係咪識呢條規例，嚴重懷疑佢係咪有俾真確嘅證供，認為有需要交俾律政司跟進，採取適當行動。周慧珠總結話，研訊揭示嘅問題都係一啲大概10至到30年前嘅做法，亦都知道事後各方，尤其是係海事處喺海難之後已經做咗改善措施，所以死因庭提出嘅建議並唔係要求徹底改革，而係改善同埋持續實行現有嘅措施。周慧珠提出嘅14項建議包括海事處要繼續同船廠、營運商同專業團體保持溝通，確保對實際規例有清晰理解，亦都要實施申報系統，要求船東每次定期驗船之前確認有冇做過任何改動，並且要繼續檢討海員工時同埋休息安排。周慧珠最後話：呢場海難奪去39條生命，罹難者嘅家屬同摯愛因為咁而承受沉重損失，任何裁決或者建議都冇辦法抹去。不過希望今次死因研訊嘅裁斷可以為各方提供一定程度嘅理解，並且確保已經吸取應有教訓。我哋13年前冇咗一個我哋嘅摯愛，呢一個烙印係一世嘅。我期望係可以喺佢哋面前講俾佢聽，我行咗13年啦，我終於今日可以停落嚟啦。但係原來我講唔到。